喺香港揾月租酒店，想環境清靜、陽光入屋，仲要有廚房可以自己煮嘢食，咁你一定要睇下我今個月住呢一間啦。而且呢個價錢居然可以租到一房一廳，日頭可以欣賞無敵嘅海景，夜晚仲可以曬月光。最寫意嘅係酒店有專屬嘅私人沙灘，每日一落樓就好似度假咁，煩惱盡消。而交通亦都係我選擇佢嘅一大原因，酒店有穿梭巴士可以去到地鐵站，房間仲有廚房可以簡單煮啲輕食，唔使日日食外賣啊嘛。但係我冇諗到啦，呢度酒店嘅餐飲居然有驚喜，嗌咗個漢堡包套餐，個漢堡扒厚到成個 iPod 咁厚，超 juicy， 仲有好多唔同套餐，中式西式都有。想食好啲可以去地鐵站附近試下呢間韓國餐，原隻龍蝦芝士部隊鍋，職員現場幫你拆龍蝦肉，有儀式感之外，亦都好好味。有一次試過，突然間有人想撞門衝入嚟我間房，落雨天嘅時候，竟然喺浴室前面見到有隻蜈蚣。想了解更多關於呢間酒店驚喜同驚嚇嘅事，仲有租金資料的話呢，留言111發資料俾你睇。